请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17。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未来的行政院长杜永泰，伊伫昨昏公布第3批内阁的人数，这届是公布6个，拢是对企业界也是学术界出身的较侪。其中中越集团董事长郭志辉，伊出任经济部长。也那所谓发展部的部长，即摆是改由中研院资安学者黄彦南来出任。行动创新内阁赞。准总统大强调新的内阁第3批人数16出来，准行政院长杜永泰一个手公开6个内阁的名单，大部分是学术产业的人才，高重点放伫行动创新。包括中越集团董事长郭志辉做经济部长，国发会主委是资深创新咨询公司前董事长刘敬清，金管会主委是正大保险系教授裴金良，数法部长是中研院资安学者黄彦南，工天会主委是宜兰县前县长陈金德，南大科大校长吴成文是做国科会主委。经济发展固然是社会繁荣的指标，公平分配更是文明国家的象征。我们会把这2句话放在心里。其中，准经济部长郭志辉，红合作是车杠经济人，伫无共领域人面拢真快，有打造产业国际供应链丰富的经验。因内民众关心供电的问题，也是郭志辉就任了后面临重大挑战。杜永泰下指示，要确保稳定供电，发展多元绿能。因为我是来自于这个民间啦哈，我大概对这个5缺的问题是感受很多了。上任以后再来跟各位报告。那数法部部长唐凤是无留任，改由资通领域的专家黄彦南来接。杜永泰表示，黄彦南有资安、通信、AI 的专长，是足战略，要伫守护资安的第一线，强化防诈骗。升迁只是小事吗？另外，宜兰前代理县长陈金德接工天会主委，不过过去捌去监察院弹劾，嘛有真侪争议。杜永泰讲，陈金德风纪新界是9项内底上轻的一项，袂影响继续做公职的权利。也那国安团队的人数也未公布。总统蔡英文16接见纽西兰国会下党派优待小组访台团，致辞的时阵证实，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会接任外交部长。今天一起会面的我们总统府林佳龙秘书长，也是我们下一任的外交部长，以及我们现任的外交部长，也是未来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也那外交部长吴钊燮未来会转做国安会秘书长。蔡总统表示，最近这几年印太区域面对真侪挑战，美洲国家都要共同合作，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也大家即马当在关心新的人事案，丰城江南国造专案调集人黄曙光已经向总统蔡英文请辞。黄曙光也是国安会咨询委员，伊伫昨暗的时有发表声明，证实讲伊是因为做甲伤忝才会请辞，和别人是无关系，和政治嘛无关系。伊嘛呼吁有心人，唔通搁一寡有诶无诶用啊话。江甘国造的原型舰海鲲号目前是停港进行测试，但是身为江甘国造专案调集人、国安会主委的黄曙光已经向蔡总统请辞。16暗，伊发声明讲请辞是因为个人的身心拢正忝，甲别人无关系，也无政治原因。以后将会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协助大船甲海军造舰。叶小妹黄珊珊也讲早就知影这件代志。刚好也是政党轮替嘛，我觉得这个是他工作上负责任的态度啦，本来就应该跟着这个工作完成阶段性任务的。掩过伊的事情，蔡总统也未准。总统府表示，也我直直了解，江甘国造经过20年，总算等到海鲲号。黄曙光是重要推动者，伫任内带团队突破定困难，摕到红区装备。虽然牵涉到设备丰富，依然坚守岗位过进度。对于公法的取得以及后续建的规划，我想这也是黄曙光的贡献之一。黄曙光在声明中也希望有心人士唔通再有恶意的攻击，败坏社会风气，也唔通打击军人的名誉甲士气，那会影响国家的未来。对有明示讲，伊伫江甘国造时阵收取不正当的利益，黄曙光已经提过。现在的困难远比我们过去的6年还要艰巨，还要棘手。但是他也是还是承接着这些重担。黄曙光若请辞迄阵，团讲国造江甘专案小组也会改变，外界担心会影响7代后续监的规划。李主也团讲，总统府加国安会将设立先进国防事务办公室，目前规划3+2+2 3阶段，继续制作江甘。
那也许后续的件呢会陆续再成熟。那这样呢，可以把这些新的这个技术呢用在这个未来新的前舰上面。前总统赖清德已经表示全力支持，为江舰构造助力强心剂。学者讲，海军号国家7代后续舰、海良号、海虎号，海军将会当做江舰部队，有效反制中国的水面舰。记者综合报道。ยิ่副总统赖清德伫昨下晡，伊是去台中访视空军航空甲飞弹指挥部队，也有空军第3战术战斗机队，伊感谢国军守护咱国家的领空。副总统赖清德伊表示，引领中国即马伫头来扰乱，咱的空军航空部队爱24点钟保持警戒，嘛爱随时应变。空军的第3联队负责维护咱国家的领空，责任是真重大。赖清德有听干部的任务的简报，伊嘛到现场去了解警戒任务的准备情形，伊嘛感谢咱的国军守护咱国家的领空。继续关心着今年度的演训重头戏新鹰操演，昨昏是伫屏东举行。中科院研发的绿色战翼飞弹嘛有头届参加演训。OH-580战术直升机瞄准海上的靶船，发射地下火飞弹，精准射着目标。陆军重要的年度操演之一新鹰操演，16日伫屏东港仔大沙漠进行。陆军每年伫恁的装甲车、武装直升机分别自海空进犯，南派阿帕奇直升机、战术直升机发射地下火飞弹，车进飞弹顺利消灭目标。另外，中科院研发的野战防空系统绿色减离飞弹，伫屏东高屏基地第一遍参加实弹射击的训练，规划射3粒实弹，一遍对瞄，总共4个拖靶。成功射着靶机，绿色减离是天剑2型飞弹的衍生型号，泰化民国76年成军，面临着寿命期加消息性上悬的射手防空飞弹，也有来自雷达系统或者中价层的防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真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消署公布20项边境的检查无合格名单，内底包括日本的木材啊，检验出一级白致癌物质重金属氯超过标准3倍。刚一间进口商半年来已经第2届检验出违规，所以了后会改做逐批拢爱检验。另外，韩国的番姜仔粉嘛检验出农药残留超过标准，即马嘛会逐批拢检验。来看中国时报。中东的情势较紧张，加上美国降利息可能会延后，昨昏亚洲股市是青顺顺，台北股市开盘就跌破2万点，昨昏收盘跌547点，一天就损失1.8兆。来关心联合报，桃园的大园，也有中立、青埔，也有艺文地区，昨昏下晡到暗时，真侪所在陆续拢停电，影响上万户。也若伫新北的中和、连城路、中正路，昨下晡嘛拢相同失电，停电是停3点钟，有2000多人受影响。继续关心花莲大地震了后，和平电厂也搁咧修理，也若台中的电厂2部机组光线嘛破去，结果呢4月15大潭电厂8号机搁跳掉，连续几个电厂拢出问题，后来是赶紧用水力发电，而且要求一寡大工厂用电大户家己先发电，才闪过限电的危机。4月初3的大地震造成和平电厂1号机受损，虽然台电积极修复，也是拄到地震尾的影响。不过地震了后，台电发现讲，亲像台中电厂7号机，因为地震的关系，地输路的管线破去，就要停机维修，面临机组年度维修甲维护的考验。15、8、台电召开2场供电运转的会议，结果迄天夜晚，大潭8号机雄雄跳起，地输台湾北部差一点停电。它确实造成了我们整个备转的容量从6-7% 降到3点多，就损失了110万，确实造成我们这个备转的容量降低。那我们系统就紧急的做了因应把我们这个线上的一些能够在升载的机组，那当然还有水力的这个抽蓄的机组。台电表示，每一天拢会针对天气等等的因素，而且每一天的用电量。发现15个用电量创下6年来4月份用电的高峰，有甲3527万千瓦。台电紧急使用抽脱水力甲其他的机组，嘛用数量反应的单性措施，嘛请台积电等等的用电大厂启用自用的发电机，或者是减少用电，备转用量率才有加悬。台电不会讲，台积电因为有自用的发电机，产能无受影响。
不过有风声讲，台电要研究限电或者是停电，台电是好日子的消息。也那专家认为讲，能源政策若个唔改，未来恐惊会出现限电的风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紧急以后变常态，那这种情况就非常不可取。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根本的能源政策改变去着手，要不然未来这2-3个月可能会持续发生。台电表示，目前当地全面检修地动对机组的影响，年度维修的机组嘛伫5月中小连续恢复供电。未来就算进入抓人用电的高峰期，台电嘛有把握会当确保稳定供电。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过路人行路的安全，这几档是真受关心，嘛引起讨论。昨昏立法院三读通过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希望会当改善咱台湾过路人行路的环境。法律内底规定，中央和地方爱定改善计划。后摆伫路里闹电箱、批桶，才会阻碍过路人行路的公共设施。地方政府爱协调去刷位，若无上悬的罚款15万。人行道中去互路顶挡条的过路人根本就无所在通行。拜二立法三读通过《过路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按算进行排除人行道障碍物、改善路口交通设施、互行路的环境通修炼等等措施。民众对即摆立法通过是真欢喜，表示平常时行伫路面，毋若有悬架差，也定定会去拄着障碍物，为着要闪过，有当时爱行到真弯大路，有较危险。即马有法律来加速过路人环境的改善，定定处罚，因是也双手赞成。我是觉得赞成的，因为有时候会推一个老人家要走，又把他推下来，又有门槛，有老人家上来。希望政府尽快的把这些人改善能让道路更安全一点。我是觉得可以再宽一点啦，因为之后如果小朋友推娃娃车的会比较方便一点点。立法了后摆若路面有电箱、批桶等等会去阻碍过路人的公用设施，地方政府需要去协调刷位，无伫期限内改善，上悬会罚15万。国土管理署认为，这届立法上重要的是，让大家更较重视人行道的设立，逐步改变国人对于道路的想象。我们会要求改善后的人行道，它的人行道净宽要到1.5公尺。内政部表示，法律通过了后，地方应该举办说明会，和在地民众讨论优先改善的项目。内政部也希望中央和地方做伙合作，在2030年进前减少50%的过路人死亡率，进一步达成2050年过路人零死亡率的目标。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所以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因为锋面向北边甩，水汽有减少，大部分的所在天气拢是较稳定的，也毋过嘛感觉较翕热，咱同齐看温度。今日高温有30度至34度，也若挖近山区的一寡所在温度会搁较悬。中南部、东南部有的所在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尤其是东南部今日有可能会透小风。气象署有针对台南、屏东发布柑仔色的灯号，有机会连续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也若高雄甲台东今日是黄色的灯号。另外，今日伫金门、马祖、中南部在起到大风，云嘛较低，会影响能见度。雨水的方面，中到了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到暗时有光方面会瓦近，金门、马祖、中部以北就开始变天，会开始落雨。受高温和欠雨水的影响，今年冷饮奶鸡开花的比率拢较低，这嘛影响到蜜的生产。台中、太平的蜜产量敢若因过1成，粉林的芳农嘛咧烦恼讲产量会增加，因就拢向政府化话，希望芳农会当比较奶鸡农也各具种冷饮的这农民会当去申请天然灾害补助。饲芳的农民甲芳箱开开，虽然芳看是白白，不过内底实际上有蜜的，其实是真少。中间这里是空的，旁边也是空的，只有中间这个纯蜜区只有2条线是纯蜜而已。饲芳的农民真烦恼，因为用过3月至4月中是采收蜜的时期，不过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地势欠水甲高温，互芳主要采花蜜的奶子甲菱景的花是开了无济，敢若剩用过3成。连带影响规个收成。台中市太平的农民讲，今年芳的数量减少，蜜的产量嘛，敢若剩往年的1成。蜜蜂死亡、蜜源减少的情况下，让这个蜂蜜产量减少。
龙眼荔枝都有补助龙眼荔枝就间接影响到丰农的采蜜量。农林署强调讲，台湾中南部受到2月份高温的影响，连景甲奶子的花开的情形无好，已经公告中部、台中、彰化、南投、云林4个县市，还有嘉义、台南、甲高雄是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地区。不过，饲胖的农民讲，希望连带受到影响饲胖的产业嘛包括在内，农业部讲会赶紧研议。因为过往在天然灾害救助并没有针对蜜蜂采蜜的时候的这个花况不好的时候所产生的，应该会在4月底之前，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定案，然后就会做后续的一个公告。我们采不到蜂蜜，蜜蜂就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就必须喂糖给它吃，这样，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成本也会增加。云林饲胖的农民嘛表示，为了增加胖的体力，因会甲伊饲糖。不过，不景气的情形之下，嘛连带影响生产的成本得咧加悬。最近蜜的产量敢若剩用过3成，烦恼因的心花贵乌有去，希望当赶紧纳入补助，减轻因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即马受气候变迁的影响，全世界当地出现第4届大规模酸乌白化。科学家就警告讲，这届范围是平以过，也搁较大。全世界上无有53个国家也是地区酸乌的生态，即马出现危机。嘛，因为海水的温度直头在升悬，未来这个世界上可能有9成的酸乌搭拢会无去。原本美丽海洋生态美景酸河大规模白化，现地无生命力。最近真侪国家研究机构拢警告，因为气候变迁造成全球海水温度渐渐升悬，世界3大洋的酸河生态系真受威胁，正在经历第4摆大规模白化现象。Now,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mass coral bleaching was documented due to temperature. Marine health, ocean ecosystems are suffering because the oceans are warming at such an alarming rate that it's causing these devastating impacts to tropical marine ecosystems. 酸乌达是维持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生态系统，也是真侪国家的观光资源。酸乌伫面对环境压力的时，共生的糖藻会离开酸乌体内，进一步造成酸乌白化。若白化情形严重，酸乌就会死亡。过去全球酸乌大规模白化，拢发生伫盛行现象期间。顶一摆是伫2017年结束，时间长3年。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指出，这摆大规模白化遍及至少53个国家甲地区，可能到当为止范围上快一摆。Now, bleaching events had occurred in the past, but they were very, very localized. We don't anticipate it's going to last as long as the previous global event. And the reason I say that is because El Niño is forecasted to end here in the next several months. 每一摆全球性大规模酸乌白化现象，拢比前一摆较严重。这摆是10年来第2摆发生，真侪科学家认为，虽然目前的地表温度只比工业化进前高1.5度，却已经跨过酸乌达生存的关键底线。预计未来全球会有70至90%的酸乌达会消失。有非营利组织指出，酸乌达消失恐惊危及全球大约8.5亿人的食物也是工作机会，超过1/4的海洋物种会失去生态地，公司新闻两间背译。国际新闻来关心澳洲雪梨一间教堂，拜一的时在做礼拜，却有一个16岁的查甫人举刀撞入去，家伫咧台顶讲道的牧师抬着伤。嘛，因为这个做礼拜有网络直播，所以嫌犯的行为拢放送出去。社区的民众看到，就随赶紧把教堂围起来，要求警方把嫌犯交出来。警方已经把这个事件认定是恐怖攻击，动机是宗教极端主义。主角当报道，甲一半一个青少年行过去演讲台，忽然间举刀出来，扫落来场面就规个乱起。案发的地点伫雪梨一间教堂，这个查甫人伫做礼拜的时阵，甲主教和信徒拄着伤，伊当阵当在直播，讲道的画面透过网络拢传出去。信徒和警察后壁随甲嫌犯压制，拍伫涂骹的嫌犯用阿拉伯语讲：“伊身体红侮辱啊！”社区居民知影主教红拄着伤了后，超过500个人拢做伙伫教堂外口，讲是要来驾驶嫌犯。伊一大群民众拢真生气，警方只好暂时把这嫌犯关伫教堂内面，而且加派上百个警力到场来维持秩序。但是一寡失控的人士嘛是和警察来发生冲突，造成2个警察受伤，20台警车损坏。这嫌犯后壁方正是敢若16岁，警方甲伊的犯行是定调做恐怖攻击，动机是宗教的极端主义。After consideration of all the material, I declared that it was a terrorist
incident. We will allege that there is a degree of premeditation on the basis that this person has travelled to that location, which is not near his residential address. 这场攻击一造成包括嫌犯在内至少4个人受伤，其中一个50几岁受害者伤势严重，不过暂时已经脱离危险。说来顶礼拜六才发生这大卖场随机攻击的事件，才过3天，还有新职人员防拄着伤，总理艾班尼斯是紧急出面来安打人心。I understand that people are feeling uneasy, and that is understandable, given the atrocity that occurred on Saturday. And then this incident last night. I discussed this with Premier Minns this morning as well. And part of us standing up here is to reassure the public that the authorities are doing their work. 澳洲的情报机构是指出讲，嫌犯应该是家己一个人在行动，嘛搁在调查伊甲其他的共犯，目前暂时无必要提悬恐怖威胁的等级。公司新闻陈婉玲编译。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有400年历史的古建高所导火烧，即马规个放弃，火已经受控制，加在无人伤亡。也搁当地官员表示，这个建筑物对因丹麦人来讲意义是真大的。导火烧就袂出亲像法国巴黎圣母医红烧去共款，互因真唔甘。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真有名的地标古建款高约所规个导火，尖塔火火烧甲规基拢倒来。It was built by Christian IV 400 years ago, and it was the center for trade in northern Europe for 400 years. And it was a house with 400 people working in there, working for Danish enterprises and companies. And now our home is actually on fire. 伫消防员拍火时阵，皇家生命卫队的人开路，急救人员建筑物所属的丹麦上岗总会，包括执行长米凯森在内的员工，走入去内底救几落百件艺术品出来。包括刀、镜、吊钉、时钟、表啊，丹麦19世纪印象派画家克洛伊的作品也拢安全救出来。It is our Notre Dame in Copenhagen. This we are going to put out the fire. All the paintings and all of things of value that was possible to save from the building has been saved. 导火原因也唔知，规个建筑物有正大部分拢被严重烧害。这个古建款高约所已经无伫咧交易。丹麦上岗总会自1857年开始就这栋建筑物的产权，并且努力伫咧复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4世的风格。这栋建筑物一开始是伫咧做地米加香料废物的木屑，伊正特别的尖塔外形是4条龙的尾溜顶起来，表示要保护丹麦透过木叶所赚入来黄金。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关心，过100天自控制巴黎奥运就要起鼓，盛会嘛已经伫昨昏对希腊开始团。法国总统马克宏伊讲，伊真有信心会当甲这场奥运会办甲好势好势。也毋过即马有情报是显示讲，恐惊会有无人机来攻击，对安全的造成威胁。奥运盛会按照古早传统，利用太阳光伫雅典卫星点导，搁伫希腊展开11天团队，有600名团队者骑火马驶5000公里，经过41个城市，27样3位备轮船经过地中海前往法国。Because the ship is from 1896, the same age as Olympic Games, so it's gonna impact the world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France, the link between Greece and France, and for the ecologic way of transport about such an event like Olympic Flame. 5月7日到马赛了后，续落来继续由10000名盛会团队者经过64个法国地区7月26到巴黎开幕会场。那本届开幕甲以往伫大型体育场举行无同，是伫塞纳河停场，对会场点导盛会方式，官方是真保密。Et donc, un cessez-le-feu humanitaire. Mais c'est une situation très différente. On peut être en désaccord avec Israël. Oui, parce qu'on l'a préparé, parce qu'on s'est donné les moyens de le faire. Et donc, ça en vaut la chandelle. Il n'y a pas de naïveté, aucune. Il y a une très grande lucidité. On partage toutes les informations. Les moyens considérables qu'on a mis, il y a des plans B et même des plans C. 当局为奥运架设的对抗无人机攻击的防护系统，因为国会最近一份报告认为，无法度全面保护巴黎免受攻击，所以又增加。目前这份报告因为内容太过敏感，无公开，系统防护演练也无确定的成效。即马离开幕无到4个月就会安全真悬。苏迪亚表示，讲真话会互人真火大，因为情况确实无顺，甲官方的讲法其实是颠倒变的。公司新闻吴伟林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加详情咱就会来去看世界。
伊拢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因应中东的局势即马较紧张。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即马拍算伫国会内底，要针对以色列、乌克兰和咱台湾在内印太地区盟友的援助法案，拍算要甲跳做3个法案来表决。这部分即马美国白宫的态度已经有落软，认为分配有可能会较好。来关心美国国防部长和中国的国防部长拜二的时，因有通电话。这是两国的国防部长最近17个月以来头一届对话。美国有强调因支持一中政策，也搁嘛有强调支持台海和平的重要性。继续关心美国众议院3月中有通过法案，要求 TikTok 和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爱脱离关系。不过美国即马有媒体就报讲，有11个 TikTok 进前的员工。接受访问的时，有对外证实讲 ，TikTok 的运作和中国的母公司关系是高高甜，因为因讲每14天，因就爱把美国用户的资料传去中国。镜头转来国内，咱来关心婚林检方侦办电信诈骗。即马所发现讲 ，NCC 前委员肖基宏，伊落任了后，即马是以1个月5万块的薪水，互一间电信公司聘去做顾问。伊就是协助电信业去协助处理这电信业和这厂商之间的业务，认为讲伊无遵守第一回避条例，已经改起诉。所有的案子，只要民众有申诉，我们经过一定的程序，看有没有事实的查证。面对镜头讲话真清楚的前国家团保委员会委员肖基宏，过去定接受媒体采访，伊卸任了是转去第2类的电信公司做顾问，但是这间电信公司进前互婚林地检署查出无确认客户身份，都销售大量的黑门卡互早期集团使用。早期集团是用龙头卡的门号，收集国内外人士的国资，为着 KYC 实名认证，照交通早期含洗钱等罪来起诉22个人。通讯传播委员会前肖姓委员于离职后，至该2类电信业者担任顾问一职，涉嫌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第24条、第16条旋转门条款。于日前提起公诉。检调发现肖基宏以10个月5万的薪资担任2类电信公司的顾问，伊的经历嘛互找出来。除了电机电子、通信传播监理，佮捌做 NCC 的委员、秘书室的主任兼发言人。代志被控了后 ，NCC 今日发声明回应讲，西校的前委员卸任离职了后，伊是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的等射门条款，做2类电信业者顾问，互地检署起诉 NCC 惊到嘛真危险，全力配合检调调查，卖冤枉。卖帮贵专业的人士，他们在离开原来的岗位里面呢，接下来的一些工作的部分，可能要去规范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从事的一些行业。为着卖搁互公务人员违反等射门条款，仲要建议讲会当提悬罚金来协助。另外，敢搁有其他现职也是离职的 NCC 委员官员涉入，该等检调来扩大追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高山那亲就是发生年母苦毒囡仔案件，一个姓王的年母照顾一个5个月大的查甫婴仔，也啦，这个月初10的时，家长接到通知，讲这个红婴仔意识不清楚，已经送上病院。送去病院才发现，讲这个囡仔头壳骨疹，佮有内伤，佮有出血。检方即马经过调查，认定年母的嫌疑重大，若法院已经甲这个年母收押。红婴仔身躯顶插管，互人看到真唔甘。高雄高山发生疑似虐待婴仔案件，5个月大婴仔为3月初时开始，日是互姓王的人母照顾。家长捌发现囡仔身躯顶乌青金块，人母讲是婴仔家己受伤。到4月初10，这个婴仔下晡向意识不清楚，上病院。他没有立刻叫救护车，是请妈妈来家里看小孩，这就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了。不愿意叫救护车，所以后来又叫了那个 Uber。妈妈看怎么不是救护车，但是因为无奈没有办法，情急之下也只能赶快将小孩送去医院。婴仔送到高医了后，互人诊断正病的头壳骨折、目睭膜出血、严重脑水肿，高大也伫交互病房治疗。病院怀疑婴仔互人虐待，检方收到通报，随躯提姓王的人母。认王姓被告涉犯刑法重伤害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且尚有其他幼儿仍由被告托育中，有反复实施犯罪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后续检察官仍将持续进行调查。根据了解，人母原本照顾3个囡仔，但互人羁押，2个囡仔的家长阁爱另外找人母来顾。不过有一个家长讲，家己的查某囝已经互人母照顾一冬啊，徛出来替伊讲话。大家也不要急着给他下定论，其实他对我女儿真的非常非常照顾。
对我女儿刚去的时候也是，就是像那个小弟弟，会一直哭闹，但她都很用心，一直在调整她。因为姓王的任务是有登记的居家托育人员，消费局表示，任务是受过126点钟托育训练的合格任务，无不良的记录。婴仔互伊照顾捌去方式，无发现异常的状况。任务目前否认虐待婴仔，所到来配合检方调查，若真正有认知，会废掉任务的登记证。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嘉南某一间高中有查某学生伫网络顶头野讲，顶年11月份，伊互学校一个查甫主任性骚扰，佮讲其他学生嘛有即款情形。也毋过伊讲伊通报了后，学校是无要无紧。结果呢，伊的导师佮伫因班的群组内底分享诽谤罪一寡资讯，袂输是咧甲学生警告共款。目前即个案，国教署也佮嘉南市政府已经介入调查。佮传出校园疑似性骚扰案件。受害学生可能毋单一人。嘉南某一间高中一名女学生伫社群破文，讲2022年11月，一名男主任上课提讲，毋但问私人的问题，也一直挖紧最后头磕头，佮喙拢要剥着学生的面，感觉真无好。后来佮听女同学考满分，这名主任也佮讲要抱起来斟3个，向学校检举，开性平会了后，就一直无消息。班导也伫群组打诽谤罪的罪责，亲像有意来施压。这个性平案呢，一经通报，其实我们是马上受理，国教组就会是绑定追踪的，所以这不可能吃案，你怎么那么慢？不论是调查或者行政程序，一定都还是有时间。开学一直下来了。学校澄清一切依照流程进行，无这案是因为中方拄到期末考寒，所以定数较长。那这名主任无甲学生有受课教学关系，目前先无停聘，因过伊本人先请假伫厝，这礼拜也会针对此案进行讨论。昨天已经要求教育处要限期的把这个事情要厘清，未来的一个惩处情形，我们还要再跟大家确认。目前呢，这个案件已经在调查中了，虽然并非基隆市政府所管学校，但我们也会持续关心这个案件的情况，诠释的部分或者是专业伦理的部分都有相关规范。教育处表示，这间学校爱准备个案报告，希望学校会当做妥当的处理，各互学生辅导，维护教育环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市的消防局水龙分队顶个月有出任务去抢救一个昏昏去的时段，当时患者已经无喘气、无心跳，救护员是赶紧利用今年才新配的骨针，成功将救回来。那患者经过2礼拜治疗，即嘛已经健康出院。救护人员提针说明骨针要安怎使用。今年高市府配合消防局的这支骨针，顶个月把这位时大救回来。当时这位63岁时大昏去，救护人员到现场发现伊已经无喘气、乌卡，赶紧用 CPR 电击来急救。因为找无患者的血管，只好使用骨针插伫颈骨头，注入强心剂，尾仔人送到病院顺利清醒。这嘛真做高雄头例用骨针把患者救回来案例。第二个选择就是骹骨的所在，然后第一个所在选择这就是颈骨头的所在做注射，毕竟伊颈头遮离伊心脏较近，所以注射这种药物会比较快速到达伊的心脏安尼。配发到消防局的骨针有黄色甲蓝色2款，通常会使用黄色的注伫颈骨头，因为较挖心脏；若是颈骨头袂当注，就会用蓝色的骨针注伫骹重。骨针干来当用伫乌卡患者。医生表示讲，时大也是囡仔血管无遮尔明显，较歹找，这时阵就当用骨针。打到血管是最好，因为打到血管里这个药物就直接在血液里，然后就顺着血液循环就可以到达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但是当你完全没有办法打进血管的时候，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有这个骨针，它可以直接穿入在那个骨髓的地方，那你有很丰富的一些血管跟血液循环。消防局表示讲，骨针是高级救护技术员才会当使用。目前高雄市干那19个消防分队有配置骨针，毋望今年全市50个分队拢有，会当救搁较侪人。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
4月初3，花莲发生大地震了后，灾情是真严重。花莲县政府有向灾民说明讲，因收到的捐款无济，这主体部分会大先做补强。也毋过有住户讲，因的厝已经封打红单，希望会当重建。县府和灾民讨论了后，无结果，嘛引起一寡争议。啊，毋过伫中央的部分，中央的募款即马已经收到超过9亿，会继续募款到5月初。基金会嘛表示，这条线会用伫援助灾民、紧急医疗、收容安置，还有恢复重建这4大项目。就很少捐善款给我们，所以我们花莲县政府现在可用的资源呢，真的很少。县府参受灾后开会，坦白县府收到的善款无济，到16载时只有2.9亿，受损建筑会以补强优先。但是，这受灾后的厝，因为花莲大地震受损害，风大黄红单，灾民就惊无够安全，实在唔敢住，希望会当重建。但是县长讲，地方的捐款有限，资源无够，会参中央参详。地方上，我们的善款的金额并不是这么的充足哈。那有限之下，如何跟中央的善款一起合作？今日办公室，这是卫福部下骹的赈灾基金会。4月初3发生大地震，初时就随开始赈灾募款，到16下晡4点收到超过9.8亿的善款，是花莲县府的3倍多。未来钱会用伫援助灾民、紧急医疗、收容安置、复原重建4大项目。上近这礼拜就通决定部分用途。上个礼拜5，在行政院副院长已经召开这个会议了，所以各部会已经提出相关的方案。这个礼拜我们应该礼拜3还会再开一次会，那应该很多事情就会定了。基金会表示，因为人力有限，募款会由公务机关、民间团体提出计划申请使用，估计这几天就通达成10亿的募款目标。不过5月初3之前，拢会使继续使用银行口座、网络集资平台、行动支付捐款、超商这4大通路，捐款到花莲赈灾募款专户。记者综合报道。因若花莲大地震了后，影响花莲的观光。即摆花莲的观光业绩是落甲剩1成。根据县府的统计，目前租客的通报已经有18件，已经计共有160个人红死头路。因为地震了后，真侪建筑物拢倒去受到损害。为着要解决灾民失业的问题，劳动部即摆是伫当地开课程，教民众安那拍电锯。功夫若学起来了后，毋但会当直接有头路，嘛会当直接投入救灾。那个已经风拆除的天龙池大楼附近，规排店家铁门拢拖落来，顶下卡嘛拢无人。控花莲大地震是造成严重的灾情。本地开伫天龙池1楼的分酒行只好刷走。市区的名产店虽然无伫灾区，大地震了后生意有够歹，业者会政府提出振兴计划。花莲很多都是直接相关的观光业跟他的家人，譬如说我可能有70-80个员工，如果我垮了。不是70-80个人没有薪水，而是70-80个家庭。花莲是走观光业的，那如果没有观光客进来的话，势必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们也很怕说有无薪假或者是裁员。员工烦恼讲会放无薪假，因为连续看几啊间名产店内面拢无人客，大地震互花莲的观光业重创，业者的生意感觉剩1成。汉品酒店和3月春饭店嘛，因为建筑毁损，另外倒落长期这原因，甲县府通报要大量改革。汉品酒店部分是83人，然后那个3月春的部分是40人啊。那在之前通报的部分呢，有18件160人。那在那个缩减工时的部分是没有接到任何的通报。大地震是造成真侪建筑拢倒去毁损，劳动部嘛伫花莲开拍电锯班，让灾民唔免考试、唔免负担训练费，就会当集训。集训了投入灾区的复建工程，其他工程嘛是同款，优先录取灾民做职业训练，唔那重建花莲嘛重建灾民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因若中油百货集团的玻璃农庄，因伫南投玻璃的开发案，即嘛是引起当地人的抗争，批评因甲刷屏乌甲乱七八糟，因嘛阁批评政府拢无咧管。也毋过当地政府表示，已经有化业者150班，水利署嘛强调会进行地下水的监测。农庄这边是有回应讲，因去污水井拢有摕到合法的水权证明。
深山内互牵过出一大片空地，佮熟悉南木口头道路。南投县玻璃店一成里民众开记者会控诉中油百货集团的玻璃农庄违法开发当地137公顷山林，严重威胁北溪生态地环境、甲山坡地下面民家的居住安全。这边它根本没有做水土保持，黄水泥沙往下游，除了我要面临白鱼没有生存空间，再来我的生命财产，我也要面临这个安全。原来的样貌到底怎样？有没有申请？好，那有没有合法申请？全部做一次清查，因为137公顷，好，现在目前位置是在1星里的上游。民众讲，山林已经互开灯破道，粗鲁推动开发案，呼吁政府相关单位爱随全面清查土地状况，佮爱监控当地地下水源，伫确保居民生活甲农业用水安全进程，袂当涉发水权。农村水务署表示，目前已经针对违法开发罚1摆，罚款150万。所说阿毛头道路是第12张罚单，水利署讲会量早展开水质监测计划。这个地方总共我们其实已经罚了11次了。然后罚款也达到了150万，那包括你们大家现在看到的后面的这条路，其实在4月11号就已经开采罚单。利用既有的水井来监测，那假如没有的话，后续我们会成立相关的一个计划来做一个中长期的监测，了解这一部分的这个地下水资源分布的一个情况。玻璃农庄强调，今年3月就自行进行地下水监测，水源真丰富，农水省拢领有合法水权证明。那进前伫河道中兴建的杂水构造物，是伫3月底时间拆除，会遵照地方甲专家学者建议办理。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去台南北门的南二线路边双边拢有大丛树啊、南洋杉。毋过呢，即马游客发现讲，有那几十丛的树尾拢互错掉。区公所是出面解释讲，主要是考虑安全的问题，惊讲刷落来风太贵要到位啊，风若伤透，会甲树啊扇倒去。通往台南北门乡村滨海游憩区的南二线，每若经过通看到双边路边有青艳艳的南洋杉，即阵有10几丛树啊，互人长头式修剪。实际到场在地里面无奈找出去年风开天南洋杉散倒伫路边的相片，原来是影响到里面的生命财产安全，委求由公所来处理。真离谱啦！我之前经过的时阵遐全部树啊拢足济，毋过即马看迄相片，我惊到全部树啊拢剩一半。风台天也是风大。较过来变的去互公所，甲伊较紧过来救的无。暗时啊，人啊渔民徛过拢造成有人受伤过啊。出入去公庙要安怎？要叫送负责我这来讲歹的，无赔偿啦。区长讲会安尼生，主要是南洋杉无像其他的树啊通收树身，因才会修剪树啊的管道。另外，因为北门挖海土壤咸粉悬，故来造成石bud无好探紧。每若东北季风，树啊根本砍袂掉。在地里长无奈表示，无征收袂使接，话厝后壁嘛种树，恐惊连厝顶嘛会讲歹去。安全一定爱兼顾咧，毋是美观你美观是原来爱着，但是安全你再无晓你咧倒咧，像去年我拄啊报9丛。南洋杉会一直长到3、4楼高，变成说就头重脚轻啦，所以导致于说你若讲不管怎么有一些风来就很容易倒塌。种树虽然美观，毋过爱考虑周边环境，像这种大丛的南洋杉，若不幸倒去，毋是3、4个人来领，就发到山顶动。在地人发声问政府注重人民的安全。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镜头来新竹尖石的嘉兴国小，这是原住民国小。学校合唱团过去几啊届，代表咱台湾去国外参加比赛，拢有摕到真好的成绩。为着要让这囡仔歌声更加进步，昨昏学校专工邀请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的艺术总监到学校亲身去指导。囡仔拢讲，学煞了后对未来唱歌真有帮助。好听的歌声传遍校园，新冠尖石乡嘉兴国小合唱团过去就常常代表台湾到国外比赛，摕到好成绩。这摆县府特别邀请维也纳少年合唱团专家来这间原住民小学，教这偏乡的囡仔唱歌的撇步。学到不同的那个发声，还有不同的英文歌，我都觉得很好听。然后我也有学到，就是唱歌的时候
可以就是大方的唱，不用害羞。好，佮专工准备原住民传统服装送给对方，表示感谢。专家表示真欢喜会当听到学生的歌声，也对这个囡仔的好歌声表达肯定。I'm very thrilled about what I'm expecting. What can I expect? What I'm hearing, and I'm pretty sure we can work on the main part. That's the music. That's the phrasing. That's the together singing. That's a passion, of course. 来给我们一些小朋友在唱歌跟合唱的一些帮忙。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整个我们台湾的合唱音乐可以跟就是国际的知名合唱团或者是一些知名的团队可以有一些合作的一些机制。新竹县尖石地区的学校长期推广音乐教育，已经有真好的成绩，参加国内外的比赛拢有得奖。透过这摆的交流，希望让学生囡仔无同的刺激，让国际专家来教刷，希望来自台湾新竹尖石的歌声会当传到全世界，让全世界拢听得到。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文化部即马正在推广台语主流化，有真侪艺术活动拢用台语。不过最近有家长伫面册顶头讲，因带囡仔去图书馆听故事，去参加台语活动，不过却发现讲有7成拢在讲华语，互这家长是感觉真失望。有台语团体就认为讲，应该爱加强图书馆的志工讲故事的机卡。也若关心台语议题的民进党立委陈培如是表示，未来伊会提案建议，爱伫各地拢设示范图书馆。带头来改善台语活动的品质。因应文化部鼓励台语主流化推出政策补助，各地开始有愈来愈多台语的活动，无论是剧场还是讲故事等等活动真多元。不过有家长分享讲，最近带囡仔去图书馆参加台语活动，煞干那伫演出的是讲台语，其他活动对话有7成拢讲华语，伊感觉真失望。交优惠的规定也是大多数用华语来进行。所以一方面我是感觉讲真无彩，我是感觉讲因咧教遐个阿公阿嬷阿姐阿兄遮个语词也是讲菜车买着菜，台语要安怎讲？对阮家庭来讲是有小可较简单啦。这个代志也伫台语家庭之间引起讨论，一寡家长是表示讲，因伫咧各地图书馆听台语广告，嘛感觉品质真无稳定。台语团体认为讲，这应该爱培训图书馆的志工来加强讲故事的美感和台语意识。也若关注台语议题的民进党立委陈培如是表示，未来会提案建议伫咧各地设示范馆，互相鼓励求进步。阮有足侪家长，其实有足侪家长会带囡仔去参加英语的活动嘛。改做英语的讲师嘛，用全英语咧带活动。但下骹的囡仔可能嘛听无啊，但是英语，譬如讲，咱会使用趣味的活动，用互动的方式，互囡仔听有知影讲，迄个老师咧讲啥物，台语嘛共款。你若有找专门的老师，还是伊有经过一寡训练甲教育，伊咧讲故事的时阵，伊会使顾着故事的精神，佫会使顾着讲咱要安怎甲现场的囡仔讲母语的部分。我感觉咱若找一寡示范馆，就是这医生的报道的时阵，人会感觉讲，安尼你用文化部做，才是对的。立委陈培如嘛强调，政府在做台语推广，毋是干那野钱就好。伊表示，这部分伊嘛继续加强监督和检讨。另外，最近一寡台语团体嘛有针对台语的发展和困境来拜会陈培如讨论长期的规划。伊表示，未来有打算要提案受国家语言法的处罚，定出详细的原则，来解决政策事务上台语推广的问题。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早起看世界，咱来去欧洲东南部的科索沃，当地农民真介意饲一款鸡公，这款鸡公真厉害。一般的鸡公呢，得饲差不多是8秒，也毋过农民讲，这款鸡公得饲那亲像发电机，会当有90秒。跳起来鸡鸡小可哨声，佮真规律的叫声。科索沃特有品种德雷尼茶公鸡，因为特殊的叫声已经变作当地农民真爱饲的一种品种。有农民讲，听到德雷尼茶公鸡的叫声，就能想到这发電機的聲音。Musha ti që nisin për me këndu është për mushë skater muj, varet
市议员阿里讲，一般的公鸡一摆价格敢若会当叫2秒到8秒左右，但是德雷尼茶公鸡叫的时间会当长到20秒到90秒这么济。中国会当唔免哮喘，嘛因为安尼当叫伊科索沃歌手。Kudjen promoos i preferoar, et chui alap, et dum PG laftir ma sashunte, ko melodi bukur, jatsine ko 拄了卖德雷尼茶公鸡，市议员阿里讲，照顾这鸡嘛已经变做伊爱做的代志之一。伫2014年，欧洲家禽标准委员会嘛已经认定讲，德雷尼茶公鸡是会当饲养的家禽。公司新闻新乐报的编译。伫英国嘅南约克夏郡一个古厝底做整修工程的时，伊是意外发现一批18世纪对中国来的地树，也若经过积极的复育了后，即马地树阁生出真水的花。1725年起的温特沃斯庄园是英格兰地区上大的乔治王朝时期的建筑物之一，敢若订就50英亩宽。国家信托甲温特沃斯信托基金会合作，用500万英镑，差不多代表2亿，修理破损严重的花房。却意外发现，种伫咧即内底的山地花树是18世纪上早自中国引入的树种。They were some of the first to come into this country from China, so they were really, something that only the really wealthy could afford to have. One single plant was the equivalent, the value was the equivalent of a maid's wage for a whole year. 经过伦敦国际山地花学社的分析加鉴定，确定这批古山地花树的身份。这个花房怎么装修正济地馆？互参观庄园的游客会当坐来小歇一个，啉一杯茶，顺便欣赏气质简单、高雅名贵的花木。因若这栋二级高级的建筑物正伫咧进行2亿英镑的整修工程，完工后会当重新展现伊过去的风华。另外，伫大不列颠岛西南边的威尔斯，食物专家正努力想要甲顶一个世纪60年代，互人类甲动物过度消耗到强要绝种的原生种的食物高指数，伫这片土地顶头各界静待。When people think of endangered species, you think of rhinos and orangutans and things like that, but actually 40% of the world's plant species are threatened with extinction to some degree or another. And I think that would surprise people, and also it would surprise them that there are actually plant species right on their own doorstep in North Wales, which are critically endangered. 专家经过几60年的努力，真无简单，才甲准的6丛高指数培育出110丛，经一个较偏僻的所在种这款树栽。培育团队希望，等几60年了后，这款树栽会当大丛个探生。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有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20度至29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起咱再会。